響深圳總價150萬買3房，200萬買4房，你冇聽錯。今日我同大家去睇下深圳布吉嘅公寓啦，現樓交付仲大裝修添，性價比真係深圳好罕有嘅產品啦，值得推介嘅。呢個項目鄰近地鐵14號線嘅石牙嶺站，仲有在建嘅17號線啊，開車仲可以快速上水上高速。咁交通咧都係幾方便噶啦，配套方面咧，基本生活嘅商場啦、菜市場啦都有噶啦。咁自住咧係夠晒用噶啦。重點係咧，佢有55方嘅2房、75方嘅3房，呢個嘅神戶型咧，仲有嘅係116方做4房2衛添。全部都係平層設計啦，咁戶型方面咧，方方正正3米嘅層高住起身咧都好舒服噶啦，一啲都唔會壓抑噶啦。而且咧板樓嘅設計咧，令到每一戶咧都係南北通透啊，聞水聞電啦，通埋燃氣大陽台添嘅，完全就係住宅式嘅體驗啦。總價150萬買3房啦，200萬就買到大概4房噶咯，仲要係現樓交樓咧就冇風險噶啦，辦完手續就收樓噶啦。呢個嘅神戶型加埋高性價比咧，真係無論係投資定係自住嘅朋友咧，響布吉啦、龍崗羅湖呢方面嘅話咧，都係夠晒方便噶啦，真心推薦啦。咁有興趣就嚟搵我哋啦。